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记第11章，清气甲无清气的食物。上主阁命令摩西甲阿伦，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地上所有本地甲番草的精生，恁拢通食，毋过恁毋通食骆驼、石番甲兔仔，因为因有番草无本地，对恁是无清气。猪有本地，毋过无番草，对恁是无清气。这个动物的肉，恁毋通食，因的尸体嘛毋通摸，这个对恁是无清气。最终无论是海呢，还是河呢，有鳍有鳞的，恁拢通食。毋过最终无论是海呢，还是河呢，无鳍无鳞的，恁拢着看做通厌恶的物。遐个对恁通厌恶的物，恁毋通食因的肉，因的尸体嘛毋通摸。所有水内无鳍无鳞的，恁拢着看做通厌恶的。下面这个鸟类，恁拢着看做通厌恶的，拢毋通食。鹰、枵、雕、猿、小鹰甲伊的类，乌鸦甲伊的类，岛鸟、野鹰、鱼鹰、雀鹰甲伊的类，暗光鸟、鸕鹚、孤黄、猫头鹰、鹈鹕、臭头鹰和白灵狮甲伊的类，地价鸟甲蜜蜂。所有蜥各用四脚得爬是通厌恶的，毋过有蜥用四脚得爬，阁有骹腿伫地面得跳的，恁拢通食，包括草莓、草莓公、杜芭仔、蟋蟀仔甲伊的类，恁拢通食。毋过有蜥阁用四脚得爬，恁毋通食。下面这个拢会互恁无清气。所有摸着尸体的，日落以前拢无清气。若有人搬刷尸体，着洗家己的衫，日落以前拢无清气。所有本地无番草的精生，对恁是无清气。甲因摸着的嘛无清气。所有四脚用脚掌得行的走兽，对恁是无清气。摸着因的尸体的，日落以前嘛拢无清气。搬刷这个走兽的尸体，着洗家己的衫，日落以前拢无清气。这个对恁拢无清气。下面这个伫地上得爬的动物，对恁是无清气的。尖刺、鸟刺、杜丁甲伊的类，壁虎、龙子、仙人仔、蛇医、变色龙，以上这个得爬的动物，对恁是无清气。所有摸着因的尸体的，日落以前拢无清气。因的尸体若落伫用茶、布、皮做的物件，也是麻地，这个器躯就无清气，着甲因浸伫水里，到日落才清气。这个尸体若落伫粗灰内面，迄内面无论有甚物物件，就拢无清气，着将迄个粗灰拍破。食物若捌着无清气的器躯内面的水，遐个食物就无清气。器躯内面会啉得的物件嘛无清气。遐个尸体的一部分若落伫甚物物件，迄个物件就无清气。连烘炉也是灶嘛着讲破，因为已经无清气，对恁嘛无清气。不过水泉也是跳水池内面，若有尸体，水悠然清气。毋过吸着迄个尸体就无清气。尸体的一部分若落伫要压的种子，迄个种子悠然清气。若水已经甲遐个种子拍淡，尸体的一部分搁落伫迄顶面，迄个种子对恁是无清气。恁通食的精生若死，有人摸着伊的尸体，日落以前拢无清气。若有人食迄个肉，着洗家己的衫，日落以前拢无清气。搬刷死的精生的，嘛着洗家己的衫，
日落以前拢无清气。所有伫地上特别的画面，无论是用巴肚烧的，用四脚，也是较侪脚伫行的，拢通厌恶的，拢毋通食。你毋通因为特别的画面，直到家己诚做通厌恶的，嘛毋通互遮个拍拉衫，直到家己无清气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，所以恁着分别做圣。因为我是圣，你毋通因为地上特别的画面，互家己无清气。我是带恁出来埃及的上主，要做恁的上帝，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以上是关系野兽、飞鸟、水中的画面，以及伫地上特别的画面的条例，着分别清气的、甲无清气的，会正直的、甲未正直的画面。